后礼拜就是中秋咯，不少人拢会开始送这个中秋礼品。不过有民众反映讲，真无简单，才拄买到这真出名的月饼，想要分享给伊的亲戚朋友。对于中华寄出来，经过一礼拜，新竹的朋友也会收到。原来是新竹地区的邮局最近有员工确诊，影响到这包裹运送速度。货车来来去去，另外嘛无用咧准备出货。中秋节真侪人拢会透过邮局送礼物给亲戚朋友。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，礼盒对寄出去到即马已经一礼拜的时间，朋友拢无收到，真惊等对方收到物件的时阵，拢过期去啊。8月14日，好不容易买到8盒彰化有名的月饼。想说寄到新竹分享给亲朋好友，结果今天8月30日了，还没收到，已经7天了，保存期限也可能过期了，真的很无奈哎。根据了解，新竹邮局第一届疫情内底，负责配送的人员，拢总有10多人患着新冠肺炎，为这礼盒的寄送去互耽误着。中华邮政表示，目前已经咧想办法解决。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，确实我们的确诊的同仁是有增加的那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也很快就启动我们的应变的一个机制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加强我们同仁，请同仁加班来投递。到上个礼拜为止，我们的包裹一切都非常的正常的在投送。邮局表示，受到疫情影响，佮加上中秋节送礼数量增加，确实面对真大的挑战。冒请员工加班到3天，请民众多多包涵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